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了台中的土牛国小。听说这里有一位用大埔腔创作童谣的客家歌手，一直以来教导着孩子们唱大埔客家的声音。是为什么会想到用大埔腔来创作？因为本身就是大埔腔的血统的后代嘛。当然，我是要用我的大埔腔的母语来创作啊，这是一定的嘛。像我一般听到的客家歌谣啊，都是四线为主。是。那大埔腔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像我们讲的谢谢，一般四线跟海陆就是西蒙尼啊、安之塞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比较特别，我们讲的谢谢叫做，你听好啊，老辣。对，以后你来山城，你跟他讲说谢谢，你用这种老辣，他们会觉得很亲切。好比说他们讲客家，他们讲客家，我们是讲客家。客家，嘿，客家。我们有加重那语气。一般四线的话讲是轻的，叫做客，空的嘛，客家。原本是客家歌手的黄振兴老师，有感于大埔客家话，会说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。于是回到母校教学，也到不同学校去开课演出，为了就是要让小朋友们学习自己的母语。因为我现在也有在做童谣嘛，当然童谣是从国小开始，甚至幼稚园了。那我就是把我的作品先拿来母校来教给小朋友，让他们来传承下去。因为我们算少数的客家的族群了。如果再没有一些艺术上文化的一些创新的东西，把它带进我们的母语里面，可能会更早就没了，好像有点小小的传承的使命了。所以决定说，都来走母语的流行音乐创作跟童谣的新创的作品这样子。而且老师创作中啊，是不是都跟在地的一些故事有关系，融入在这个创作里面？我歌曲里面有介绍我们的山城的人事物啦，某个小景点啦，都把它写进歌里面去。黄老师始终以大埔腔作为创作的语言，多年来坚持的努力。他说，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根，让独特的大埔客家文化能够被记得、被听见。